長者同外傭產生矛盾，家屬應該要點樣調解呢？長者同外傭嘅矛盾可能嚟自文化差異、溝通障礙或者期望唔一致，家屬應該以中立態度調解，了解矛盾原因，並同雙方溝通，耐心溝通並澄清誤解，幫助雙方建立平衡同互信。家屬應該主動了解矛盾嘅根源，同長者同外傭分別溝通，耐心聆聽雙方需求，幫助澄清誤解並明確工作安排。可以安排共同活動，促進互動，逐步建立信任。同時定期檢討相處情況，及時調整安排，並表揚雙方嘅付出，營造更和諧嘅家庭氛圍。Care Club 萬恩深明每個家庭都有唔同嘅照顧節奏與需要，我哋提供外傭配對、專業指導同埋上門護理服務，協助建立良好互信嘅照顧關係，配合政府資助嘅 CCSV 計劃，減輕經濟壓力，令照顧安排更安心、更長遠。